個林耀江師傅啦，又到新一期嘅易經金融呢個節目。上一期咧同我嘅預測又係一樣啦，最主要係喺星期四、星期五嘅時候變化特別大啦。咁我睇下今期嘅變化先啦。今期咧已經係500集裏面最後仲有剩翻一集啦。咁我哋好多謝大家去睇我哋呢個節目啊，同埋其他節目。咁500集之後咧，我哋會有啲新嘅設計同埋啲新嘅頁面啊，其他嘅嘢啦，希望大家都中意嚇。好，我哋易經金融嘅節目咧，主要咧就係、去到第154集啦，由8月10號至到14號啦，流年風水報告到83局啦。咁我哋成日講啦，每一個人咧都有個意識形態先得嘅。好似我哋如果你喺香港出世咧，其實有機會係幸福嘅地方嚟㗎啦，因為你有權去選擇自己嘅路啦，或者同埋政府而家有啲免費嘅資助啦，讀書方面啦，同埋喺你讀書之餘咧，你究竟中唔中意讀書？但係起碼俾咗基本嘅條件你啦。至於你去唔去做好佢，或者完成大學課程啦，或者你自己辛勤嘅工作，享受你嘅生活，咁都喺香港嚟講，你都比較自由啦，同埋你可以揀你自己條路。所以有時幸唔幸福咧，需要取決你嘅心態。如果你心態覺得係幸福嘅話，好多時你睇好多嘢咧，都係開開心心，點樣去活得更加精彩咁樣㗎。好，繼續睇落去啦。易經金融嘅主體主要咧就係有陰陽五行，即係中國傳統嘅嘢啦，就係話點樣嘅金木水火土啦，點樣嘅變化啦，而重疊成為64卦之後咧，有64種唔同嘅處理方法啦。咁我哋有多時就係天意人心咁樣，當你 book 咗出嚟之後，嗰個卦象嘅顯示嘅時候，你睇下點樣配合，或者係考慮一啲因素嘅時候，點樣去配合喺現有嘅狀態裏面點樣變局咧，或者係籌知一種新嘅唔同嘅環境嘅時候，點樣去做好佢啦。咁當然啦，每一個學員佢哋自己都有個知識㗎，咁佢自己嘅知識配合埋嚟嘅時候，佢嘅變化又唔同咗。因為每一個行業咧，其實佢哋嘅唔同嘅元素都比較多啊。咁只有佢自己喺裏邊先能夠明白到究竟應該點樣做係最好嘅路啦。當做好咗呢啲嘢啦，財富又增長咗之後，最緊要做多善事，因為做善事咧，亦會增加自己嘅福慧。有時就係嗰一點通唔通嘅因素，可能就係因為咁嘅因素，所以做好自己，跟住就做好埋俾啲人，更加會好啲啦。好，今期我哋講咧就比較簡單嘅，咁就係話有時我哋住喺啲風水上面咧，就係高低層其實都有差異嘅。高層同低層咧本身有兩種唔同嘅意識形態，因為香港比較特別啲，依家以前嘅樓宇可能講緊6層到啦，依家比較多就係60-70層嘅大廈咧，都隨時都會有出現啦，所以有唔同嘅格局喺度㗎。咁咧喺低層裏邊先啦，今期低層咧，如果你揀一啲樓係自己去揀嘅話咧，又揀啲唔係太高嗰啲，其實咧佢就會接地氣。咁當你諗呢一啲嘢嘅時候咧，其實就話喺你嘅投資啦、管理啦，以至係一啲策劃嘅時候咧，都會係先做好儲備先，跟住再投資，先有錢再消費咯。個概念上就係點樣去穩定咗自己先。即係當你一啲住喺一啲層數低啲嘅時候，其實你做嘅嘢就比較踏實啲去做嘅。投資又好，其他嘢咧都以安全為第一要旨。咁樣咧，淨係其中我哋個風水嘅原理嚟嘅。所以有多時候就係風水其實係切入咗喺實際嘅環境裏邊，滲入咗喺裏邊嘅，即係比較科學化。不過只不過以前咧就係一般人咧就係個意識形態冇咁高啊，好難解釋到咁多嘢。我哋唯有用一啲比較實際啲俾佢睇到，哦咁樣做會好啲啦。當然啦，揀到間好嘅屋嘅時間，咁你淨係配合啲少少嘅裝修啦，或者點樣佈局，咁其實已經好㗎啦。即係住得安安穩穩之後，其他咧就要睇一啲我哋講一啲就係你嘅去努力呢樣嘢究竟係時候啱唔啱時候，吹唔吹啱呢啲風，點樣旺啦？呢種係一啲我哋叫天意啦，即係成日都講嘅，我哋叫做天地人三才嘅結合，先可以成為一種咧合適嘅佈局嚟㗎。佢哋繼續睇落去啦。好，上期我哋講緊戰爭喺投資方面嘅理念啦，其實地理位置上期都有講咗，只要你俾人發現咗你嘅利益喺度咧，好容易就變成一個爭奪嘅對象啊，所以變成一啲收購目標。今期呢個咧就比較特別，就係講啲內鬥。當啲公司咧去到咁上下發展嘅時候，好多時咧就會喺個政權啦，或者大家嗰個目的啊、要旨可能唔同咗啊，就引發一啲內部嘅消耗啊。咁公司喺一啲唔穩定嘅狀態之下，因為俾人發現咗啲咁嘅情況啦，咁亦容易咧
俾其他公司睇到個前景，如果佢覺得有益處嘅話，就會被收購啦。咁另外一種情況啦，就喺現代公司裏邊嘅時候，好多就係話，當你公司有自己嘅產品啦，有渠道有鋪位啦，好多嘢都好似上咗軌道，但係如果發生一啲內部危機嘅時候咧，亦容易俾人哋咧作為一個攻擊嘅對象啊。咁變成一個咧共同嘅目標，好多時咧就會有一啲大投資者，佢就可能幾個投資者一齊咧，有共同點樣去將呢個公司去瓜分嘅。所以如果喺某種程度上點樣令到公司長久發展嘅話咧，其實內部嘅和洽咧都係一個重要嘅元素嚟，先令到間公司可以長期嘅發展。所以你有時我哋睇投資嘅時候，都要睇一間公司嗰個處理呢一啲嘅方法咧，應該係用邊種模式，咁你投資入去就會穩陣好多啦。好，呢一個咧啱啱完咗呢個星期嘅狀況咧，就係8月3號至8月7號，當時嘅起點咧就係25,884點嘅，咁個掛值就大過呢個天空後掛，大過咧就代表有啲危機，好似心臟有種跌低嘅現象，後掛咧就有種飄飄忽忽嘅現象。咁我哋但係配合翻全個星期有唔知卦象嘅，咁啊特質之後咧，我哋都覺得呢個係一個反覆嘅上落市，可能有機會升或者平嘅報告，但係最終咧就跌咗落嚟嘅。咁你睇個圖像先啦。嗱，呢個就啱啱完咗呢個星期嘅狀況啦。起點就25,884點，收市咧就25,600幾點，即係其實爭百幾點嘅啫。200點之間啦，咁主要咧星期1、2、3基本上都喺呢啲位置上面反覆向上喺上面嘅位置，但係到星期4嘅時候咧，就突然間有個裂口落咗嚟咧，就跌低嗰啲位置，所以就令到咧就全個星期咧都係低於呢個位置咁去收市啦。咁其實一樣啦，就係話，當你個市場波動嘅時候咧，仲要睇一個重要性，成日都講噶啦，就係一個成交量啊。喺呢個星期裏邊嘅整體成交量咧，都係2,500億左右度嘅啫。上一個星期就比較高啲，去到3,000幾嘅。因為成交量多嘅時候咧，其實就代表個市場有足夠嘅資金啦。升跌咧，有時升嘅機會率又好，跌嘅機會率大嘅時候咧，其實係資金推動先會行得到嘅。所以買賣嘅時候，自己係慎重啲考慮一啲點嘅因素啦。同埋而家8月份就近住下半年噶啦，開始慢慢就可以準備又進入呢個我哋叫做計數嘅時候噶啦。所以買賣嘅時候，自己知道個市場究竟係做緊乜嘢，你投資方面咧就會更加穩陣啦。我睇埋美國市先啦。美國市咧又創咗個新高喺度啦，喺今個星期就係星期3嗰陣時出現啦，就突然破咗咧54,742點，有一個最新嘅紀錄啦。到收市嘅時候都仲係一個24,000點個高位度嘅。咁就話你喺咁高位嘅位置嘅時候咧，究竟個市場能唔能夠承擔到幾耐咧？或者可能有一啲少少嘅震動咧，佢就馬上跌翻落嚟。因為之前咧就會講一個我哋喺個海峽方面咧，又話可以俾啲船通過，所以佢突然間就升咗上嚟啦。但係跟住又跌翻落去，所以越係高位越買賣嘅時候，越係要小心啲。如果你投資得大嘅時候，高位好容易鎖死啊！呢個小心啲。我睇埋國內嘅市啊，國內嘅市咧就同我哋香港同埋美國市都好唔同。呢個星期基本上咧佢就板住咁行啦。星期1、2咧就係個低位，2、3、4、5咧就一路向上升，升翻高到去咧收市嘅時候係3,940點，比之前個3,700幾點起標咧就高咗好多啦。同埋個低位咧就喺星期1、星期2嗰陣時做咗出嚟。咁整體嚟講咧就話由低向上升。但係我哋頭先睇另外嗰兩個市咧，就基本上就升前邊嗰段咧就係升，後邊嗰段就跌嘅。所以有時我哋成日講嘅市場咧係有自己嘅唔同嘅變化。當你睇得多嘅時候咧，就會有一種唔同嘅理解能力喺度㗎。好，繼續睇落去啦。如果有興趣的話咧，我啱啱有個新嘅堂咧，就講一啲通勝方面嘅基礎知識嘅，就喺9月份嘅星期5開始嘅。咁如果你話有啲其他講座，或者你可以打電話嚟揾阿張小姐問下佢情況啦。好，新一個星期啦，咁我哋嘅起點咧就係25,668點啦。咁星期1嚟講就係天風後掛同呢個澤風大過。但係如果大家聽過的話咧，其實啱啱上個星期完結咧，又係呢兩隻卦，不過個擺位咧就調轉咗。風卦嗰支咧，就喺前面，澤風大過咧就喺後邊，即係嗰個擺法咧啱啱調轉咗。咁呢個咧代表一啲反覆震動啦，跌嘅機會都比較大啲。
到星期二啦，就係、啲水雷屯卦對風雷益卦，呢對卦好奇怪。星期三咧啱啱相反，咁屯卦如果危機啊深重啦，益卦就代表好處，因為開始平穩翻向上嘅。咁整體就應該係咧危機之下咧慢慢發展到向翻上啦。到星期三嘅時候，剛剛又調轉啦，風雷益卦即係啱啱接住昨日嘅好嘅狀況咧，但係晏晝或者之後呢個市咧有可能又有好大嘅變化，有一個危機變出嚟啦，咁就變成一個跌或者平嘅佈局啦。到星期四啦，就有啲天雷無妄卦配天火同人。無妄嘅定義咧，即係唔好做咁多嘢啦，或者比較穩陣為主啦，或者有啲震動啦，嗌你唔好做咁多先啦。天火同人咧，即係合力咧，有種向上升嘅趨勢，即係到晏晝或者市況嘅時候，慢慢又向上升，即係取決於昨日個穩定嘅市場咧，唔係咁穩定嘅現象啦。到星期五啦，就係啲澤水困卦配呢個澤地水卦，呢兩困卦咧就係種跌落樣，叫啲危機深重，收唔翻轉頭啦。水卦又係沉咗落嘅，所以整體咧最多係跌或者平嘅佈局啦。咁唔知全個星期咧佢又出啲咩卦象咧？全個星期出嗰個咧就係山澤損卦配呢個地澤臨卦。損卦有種向下跌一路跌緊嘅意思，即係損失嘅意思啦。咁臨卦亦係有種沉實或者轉平嘅現象。咁配合埋我哋剛才有啲五支卦象嘅時候咧，可能今個星期咧都係危機不斷啦，即係喺個上落市最多係平啦或者跌嘅佈局為主。但係因為市場咧最緊要一樣特徵就係資金係推動個市場係最重要環節嚟㗎。好，我哋睇埋其他啦。咁我有興趣可以打電話嚟報下名啦，或者有咩可以幫到大家手啦。好，另外啦，投資涉及風險啊，自己負責，自己小心啲嚇，千祈唔好過分投資。祝大家好運，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拜拜。